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行政院宣布扩大纾困方案，为了要简化程序，卫福部表示，只要找身份证、甲切结书，其他证件政府会当来查证。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增加一个对境外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而且对5月7日开始留伫武汉的台湾人会当家己返来台湾，不过也是爱集中检疫。台湾最近真侪企业受到网络攻击，可能是为着5月20总统就职典礼疫情做演练，时效有可能会更加严重。讲到各位民众上界关心的，也就是行政院所宣布的扩大纾困方案，这也包括着做临时工、做线工的，拢会当申请1万块。在今仔日是开放申请的头一日，各地头的公所拢是人叉叉叉，不过也是有人无守规矩，摕身份证就讲要来领，有民众埋怨讲规定无清楚。台北市长郭文德是认为讲，中央爱护地方政府来处理时间。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无证件就签切结书放宽认定。婚姻官是宣布讲，要延到11才要来办理。你时间是要工作证明啊？哎有玉兰花有工作证明无？啊，叫阮来遮做痟诶！天气真热，火气嘛真大，民众是袂假。行政院宣布扩大急难纾困，会当领1万块。初六是开放申请的第一天，各地区公所就约入来真侪人。桃园中立区公所伫咧订的大篷布，打开门尔就有人排队。不过袂少人无传资料，甚至有的干那早身份证就要来领，因为安尼区公所其他的业务全停落来。因为申請就要照規矩來。照规矩来咯，对，可能有破互你就对好，啊。安尼你就传来。各地公所拢加派卡手来讲解，高雄要申请的民众嘛真多，因为爱传寄金簿啊、甲工作证明等等的文件，袂少民众怨叹讲条件真严格，甲当初讲的无共款，感觉安尼真当算。伊的方案真好，但是要申请的条件，感觉规定了会变有足侪限制。太严苛了啊！而且很啰嗦，受疫情影响证明啊，什么要怎么证明？像临时工就无法度提供相关的证明，老公抓几啊届民众是气噗噗。咱就没遐，走山去做，走什么呢？还糟蹋人啦咧，唔是斗三工的，咱斗三工啥？新北市三重区公所透早出现300多人来排队，甚至临时开活动中心来营业。区长反映讲，工作量向变真济，作业有路的部分无够清楚，致使民众怨叹，公所的人员嘛无用气。新北市长侯友宜大声表示，对民众爱放量来认定，若无资料就签切结书，若有责任伊会来担。这确权是不是实在？有本人他自负法律责任。我们不需要说每一件都说这是市长交代，有法律责任就追究市长法律责任。拜托哦，留一点钱制作给我们，咬紧牙关。你在，我每次说我们是捕手，给我什么球我们都要接，就这样，接得很痛苦而已。双北各地方拢出现怨叹的声，郭文德除了讲中央无讲清楚，嘛呼吁爱赶紧拨款，表格爱电子化。婚姻馆长张丽仙是宣布紧急延期，因为资料的认定甲有路的部分还阁无明确，为着袂造成民众的困扰，初7会邀请乡镇市公所做伙开会讨论，11才接受申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回行政院所公布的扩大纾困方案，若准是无保社会保险的民众，每一户会当领1万块。在今仔日是申请的头一天，不过爱准备的资料有影是真多，民众也一再埋怨。行政院伫下晡也随召开记者会，讲要甲程序简性化。卫福部处长苏丽娟也表示讲，若准有一寡文件无都传到位，政府会当斗3工查，而且无限制人数，申请的时间是到6月底。开放申请急难纾困金的头一天，各区公所的队伍排甲落长，嘛添着区公所的人员，但是文件要添的物件真多，佮加上要准备的证明，互袂少民众唔知影对倒开始。行政院下晡召开记者会说明陈述，对方案从公实施，卫福部处长楚立强先回息的，但是伊嘛强调，无限制申请的人数，时间到6月底，大家唔免着急。这个申请的时间是到6月底为止，那我们并没有数量的限制，我们只看你符不符合这个申请的要件。户内共同生活的人口，原则上我们尊重那填的。你真的没有办法备齐，你就勾第2项，我们政府会进行这个财税的相关的后续的一个稽核。
卫福部指出，原本的流程，民众爱早身份证，佮有今年1月到4月工课受到疫情影响的物件，佮加上规家伙的口罩要看有欠偌济钱，抑佮有会当证明无劳保还是农保、医保等社会保险的物件，同时嘛爱准备无领其他纾困补助的证明。但即马所有的程序拢变简单，工课证明若是无签册结书个会使，其他3项若是无法度准备，政府会当帮你查。只是若是准备了愈少，领到补助的时间个会愈紧。如果你证件真的是完全齐备的话，也许3天就合了。好，那正常你要如果说要政府帮你查的话，可能要多大概2-3天嘛。好，所以大概5天。好，啊，如果说案件真的非常多的话，可能就会7天。那现在在受理案件的同仁已经非常的辛苦，所以后来万一有追讨的责任，我们会跟中央地方一起讨出一个方法，原则上不会把这个压力放在承办的同仁身上。我想这个是我们是中央政府可以承诺的。中央用册结书，让程序变简单。苏立强指出，政府袂调工去查，除非是调故意暗藏。国民党是强调，若是无注意去漏稿，袂有法律责任。未来若是有需要追讨的责任，袂塞予第一线的同仁，因为政策是中央提出来的，双方共同承担。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增加一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咯，伊是头一个住伫防疫旅馆的感染者。另外，国内疫情当日稳定，疫情指挥中心也决定讲，对5月初8开始留伫武汉的台湾人会当家己返来台湾，不过也是爱集中检疫时间。另外，中华职棒对初8开始，每一场比赛会当开放1000名的观众入场去参观。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是30外岁女性，伊伫今年1月份去英国做工课，4月1日返来台湾的时阵，就有10篇亚性的症状。入境了后主动申报，由机场的检疫人员采检，而且送去集中检疫所。迄当阵检疫结果是阴性，4月27日安排去住防疫旅馆，毋过伊伫咧居家检疫期间，继续有流鼻水甲10片，而且出现鼻部芳草的症状。5月初4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伫咧初6确诊。这个个案当然我们看到说也有一点觉得稍微特别一些，然后就是开始非常轻微的症状嘛，然后呢这个他的倦怠好像他自己也说以为是他的跟生理期是不是有相关，不是100%确定的，就是说那个是100%是他的发病的第一时间点嘛，然后这个我们可能还要再多一点再详细询问一下，多厘清一些。伫咧国内疫情渐渐转好，中国疫情的风险嘛大大降低。指挥中心嘛决议，从5月初8开始，封掉伫咧武汉的台湾人，毋免搁坐指定的航班包机，得当家己返来台湾。啊，毋过也是需要集中检疫14天。没有管制他登机，方便这样子分类。好，所以到了机场之后有这样的注记，我们要请他到集中检疫所来住。另外，考虑到国内疫情控制甲真稳定，中华职棒初8开放9万入场，初步规划当开放1000个观众入摆。啊，若是高山型的国家公园，像讲玉山、太鲁阁、雪霸等等，已经初次恢复山屋，原本会当申请的数量。又恢复到原来山屋可以容许的这个空间跟容量，那就可以提供给登山者更好的这个回到原来正常的服务。啊，若是酒店甲舞厅监视会开放，指挥中心搁一再强调讲，也是要看民众甲相关场所监视会当维持社交距离甲挂嘴安，而且要注意个人卫生，落实生命剂、泵体温等等，通好方便疫情调查。若是业者会当甲这寡管理做好，得当开放。做不到的话，就要继续等。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伫咧全世界大流行，台湾也当咧开发疫苗。国光生技公司经过4个月拍拼，已经家己研发出武汉肺炎的候选疫苗，而且伫大的病毒实验室进行实验了后，证明这个疫苗是有效的。按算伫今年的第3季，就将开始进行第1期的临床试验啊。武汉肺炎疫情目前伫全世界流行，而且无随消息的现象。经过4个月的努力，国光生技成功自主研发出武汉肺炎候选疫苗，并且伫大病毒实验室做病毒抗体综合试验了，证实有效。我们目前挑的是我们手里面我们觉得毒性比较最强的病毒，就是主要在欧洲流行的一个病毒株。那所以在看到这样实验结果，其实这个疫苗的血清抗体真的可以中和这个病毒，很有效的抑制。其实我们是蛮有信心的。这期自主研发的候选疫苗，主要是透过病毒的基因排序加基因重组等方式，提出有效的数据，
并且伫实验室内面做疫苗抗体中和试验。结果，伫咧做疫苗的鸟鼠的肺清内面，发现鸟鼠的抗体反应正好，会当引发高日嘅中和抗体，有效抑制病毒。肺清抗体经过高度的透波了，依然有够的能力，和新冠病毒失去感染力。预计伫今年第3季会当核准开始做第1期的人体临床试验。但重组蛋白要进入人体之前所经过的程序比一般的多了2层的工作，经过双重的保护，再打到人体之后呢，它的这一个可靠性比较强，但是前面准备的工作要比较慢。国防先期强调，所来将会甲各会员合作做光毒试验，确认新冠候选疫苗的安全性。不过，因为这个疫苗是全新的，良率无法度估计，就算是以上歹的良率来评估，依然是无法度有到台湾2300万人使用。希望上紧伫咧明年冬天开始量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受到疫情影响的航空业，也和桃园机场出现这41年来上摆的运输量。伫咧昨国内5大机场，也拢出现国际线的旅客无来到半个人的情形。根据着民航局上新的资料显示，除了桃园机场、昨上山、台中、高雄、花莲加台南机场，拢头摆出现国际两华港澳航线旅客无来甲半人。就算受到疫情影响，上山机场也有一寡懒懒散散的旅客。上山机场表示，航班受到各国管制大量减少。民航局也讲，除了中英航空开始转做去载货，中华航空加台湾虎航也有申请，昨也已经通过虎航的申请啊。为着讲要防疫，交通部的1968 App 增加人潮监控的功能，不过却引起地方政府的反弹，认为这个数据无够正确，而且在 App 顶头放标记人较侪地点，最近的生理也受到影响啊。是5月3号礼拜天哦的9点这样子，你看这种行李大家要哪生活？台北市北投市场的摊商自治会总干事调出5一连假期间市场内底监视器画面，发现人是减一大半。自从1968 App 甲北投市场标示做人较侪热点了后，生理就落真侪，以用传统市场早起生理上好，人上侪。即马差不多拢无人来洗，业者是过甲真艰苦。自从有这个新闻之后，大家不敢进来，都没什么客人，差了1半以上。我们大概现在只有3成，本来。因为它都是外围周遭的那流动摊贩啊，人真的就很多。可是他们现在都用北投市场来概括一切，这样子对我们里面的摊商真的很不公平。若是北投市场要求要撤销热点的标示，其他县市嘛提出爱撤掉热点的要求。其中以台南市上济，要求爱甲车坎路、安平老街、乌山头水库、原南岭等等24个所在撤掉。第2是台中市，要求爱撤掉东海夜市、以中街商圈等等10个所在。另外是屏东县，要求爱撤掉屏东观光夜市、恒春老街等等8个热点。全台湾拢总15个县市、74个热点，要求交通部让爱全部删除。在安平商圈是整个是掉3至5成的。林部长也释出很大的诚意啊，要允诺在包括点的设置，还有包括监测的精确度，都会优化提高。我们还是尊重跟理解了。面对全台湾各县市政府的反对声音，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只要有符合防疫指引，无反对地方政府提出修正。如果实际上并没有违背我们相关的一些指引的方向来进行，那我们都赞成。这一个平台啊，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就会下架。不过立委认为，主要是1968 App 即时性精准度无悬，并不是反对有人调监测的功能，强调愿意编预算来投入开发，希望未来疫情过去了后，1968 App 唔乃当掌控车流，佫会当了解到一寡景点的人较侪。除了防疫，佫会当成做出去佚佗的指引工具。记者综合报道。陆军的航特部有一台 OH-580的直升机，下晡3点外伫台南桂林基地执行飞行训练检测的时阵，煞熊熊摔落来，好佳在是无人受伤。航特部表示，发生事故了后，就需要求基地停止飞行训练，而且要求各飞行部队针对本案加强宣导。不过，共型的飞行机捌伫2018年3月时阵，也捌发生操作意外，在今仔日摔落来事故也等咧调查。讲到咱台湾最近真侪企业拢受到网络病毒的攻击，
目前追查来源可能是对罗西亚甲中国来的，外界也伫咧诱讲，这有可能是针对5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进行的攻击试验。国防部也表示讲，5月20日进前局势有可能会变更较紧张。台湾风车大厂立社科技5下晡发现起有绿色病毒攻击，经过紧闭关机，还有消毒病毒了后，伺服器已经渐渐恢复。立社嘛对外声明，公司机密资料拢无影响，因为进前中油大塑化起有骇客恶意攻击，方查到来源是对俄罗斯甲中国来的。面对立委问讲，国军敢是有掌握相关消息，国防部通知处长周军平是坦白讲，5月20日进前可能更加辛苦。越接近520，是你判断这个情形会越严峻，还是这就是一个平常的攻击而已？对，包委员，其实合理的研判应该会越来越严峻。那国军在这部分的防护呢，就我们有分析它的恶意程式，主要的入侵管道大概无非就是移动式的储存设备跟其他的这个社群攻击。国安系统研判，无排除是中国针对5日抗川文总统就职进前所进行的测试攻击。经海军情感舰长卢雷斯分析，中国早就已经投入去自信战，像讲台湾东部舰队3月份远航海巡的时阵，中国若像透过船的自动辨识系统 AIS。五岛潘石兰出现伫咧江苏省南通市的信息，算是超现前的作战手段，甲过去飞弹气下的热兵器时代无共，必须爱更新。所谓的超限战，除了贸易战，还有生物战，还有恐怖主义。现在的新冠病毒，其实也是一种那个作战的样态。美军军机7日去用公布2架 B-1B 轰炸机拄关岛飞去东海。而且嘛是5月份第3届美军轰炸机出现伫咧台湾外围的空隙，国防部长颜德发回应讲，美南罗斯福号原本驻防亚太地区的巡逻任务，伫咧发生疫情了后，研判美方为着要维持军事领导地位，计划采取空中兵力取代海上兵力，也是中共军机军舰涉台湾的代志。颜德发嘛证实，台海军事威胁的情势是愈来愈严重，国军除了完成防卫作战准备，嘛会增加战备频率。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美国甲中国伫南海进行军事比拼。美国的国防部长艾斯培在今日也表示讲，美军的行动是要让中国知影讲，美国想要确保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也批评中国借着疫情要来得利，也放出真侪假消息出来。另外，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搁再表示讲，会挺台湾参加 WHA， 强调台湾甲美国是真好的兄弟伴。美国军舰顶礼拜在南海2摆自由航行，引发中国不满，中美军事角力不断。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在记者会强调，这是向北京发出明确信号，也就是美国致力确保所有国家在南海航行甲商业自由，更加批评中国趁武汉肺炎疫情期间采取损害北国利益的行为。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Beijing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protect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commerce for all nations, large and small. They also are the strings attached are enormous in many cases. So they're telling a country here, you can take these masks, but please put out publicly how good China is, how great we're doing, etc., etc. 艾斯培也指责中国在疫情对一开始就无透明，并且加强假信息的宣传，想要来转移责任、改善形象。李刚场出席的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被问到美军情报部门对新冠病毒起源调查进展时，表示虽然无度确定病毒是来自市场也是实验室，不过这阵证据显示不是人为的。Did it come out of the virology lab in Wuhan? Did it occur in the wet market there in Wuhan? Did it occur somewhere else? And the answer to that is we don't know. 米利讲，若是中国稳准另外去调查，未来才法度更加好面对疫情爆发。中美这军为病毒起源一直对骂，另外一方面加强支持台湾。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讲，台湾是可靠的朋友，支持台湾参加 WHA。 The WHO, instead of ignoring Taiwan or pretending that they don't hear their name when they're asked questions by the media, they should be bringing Taiwan in for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nd observer status. WHA 要在18条开，美国国务院发文支持台湾。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更加特别录制影片，感谢台湾关注美国治安，并且强调这项做法搁再证明台湾应该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身份。外交部也对美国支持台湾行动表示感谢。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劳动部伫顶个月有发自营作业者的生活补贴3万块，不过就民众甲立委认真讲，因为信用卡的债务关系，所申请到的3万块已经入去口座啊，说是袂当领出来。这个事件也互劳动部发文互金管会，强调社会纾困的钱是袂当互银行扣押的。武汉肺炎影响到各行各业，劳工部顶个月开放家己饮食头的人，或者是无固定头家的劳工生活补贴。受到疫情冲击的劳工，会当透过职业工会申请3万块的生活补助。不过有民众家己为真情，因为有派信用卡的债务，申请到的3万块转互银行扣押掉咧。27号去刷不只是有啊，5月2号去刷就3万块就没有了啊。既然政府说要那个疏解困难嘛，我有困难嘛，被冻结了，好像是有点无理啦。林先生表示，家己长期收入无稳定，敢会当做临时工维持生活，想袂到这条补助，却因为信用卡的债务，互强制执行命令扣押掉咧。立委表示，最近已经接到3件民众因为这个情形来申请。我们的那个强制执行法122条就明白规定，就是有关于社会救助的这个金钱，就是不能作为扣押，银行这个扣押是错误的，要赶快还给这个我们这些劳工朋友们。周春美指出，根据强制执行法122条的规定，债务人依法领社会福利的津贴、甲社会救助或者是补助，袂当做强制执行。另外，刚通过的纾困条例第9.1条嘛明定，受到疫情影响，甲政府领的补贴、补助甲补偿等等，袂当加做抵消扣押，或者是强制执行的目标。就我们了解，是因为可能是那个行员不清楚啦，那所以我们会告诉那个所有的部会转至所属银行，就不能做扣押。如果扣的话，应该返还。劳动部嘛强调，针对个案的赶紧处理，初5已经发函予金管会，通知每一间银行加强宣导。金管会初6下晡嘛发声明，由劳动部所发的补助金来源会注记行政院法的文字，提醒银行袂使抵消或者是扣押着民众纾困补助的款项。记者综合报道。陆军269旅日前发生姓黄的中尉自杀身亡意外，这也是269旅这7个月来第3件官兵自杀案件。中尉妈妈伫初6也表示讲，因囝当伫日军中受到无平等的对待，希望由政府委员罗秉成来查明案件。国防部长兼德发也强调讲，部队的管理是调查的重点。还叫妈妈汇2000块给他。其中的14400块要叫我的儿子去补这个钱。军中必须骗也家己出钱买，姓黄中尉的老母想要甲后生在死前讲的话熬到甜。陆军269旅姓黄的中尉4月16在营区自杀。家属讲，这个中尉竟然做小号阶级的二级厂厂长，连长竟然只是职务代理人，一个人爱说5人的工作，也互扣死。家属更加讲，案发了后，269旅的旅长竟然讲家己真衰。他的旅长来我们的商场，竟然跟我讲说，我觉得有点倒霉，你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影响我们军中的事情。那我弟弟呢？姓黄的中尉在死前手内有一个军管姓名，国防部长严德发讲两人无隶属关系，不过家属无安尼认为。我们初步查是另外一个影机部20，他希望别的单位能支援他的一个公差，已经不想在这个世上了。明天的公差的人，我会把他写在手上吗？我们不发声，他以为这个事情就低空飞过。家属无信任国防部专案调查，希望由政务委员罗秉成负责调查。269旅去年发生4社中枢互惠小事，死因意外也毋知，即阵也成立专案小组。因为这期行政调查真慢，国防部解释，家属怀疑4社中枢在死前互虐待，所以提升调查的层级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有一个少年人，伫咧去年10月透过中人，甲介绍去桃园做铁工，想袂到这个头家竟然甲伊苦毒定制，而且甲伊关起来3个多月。虽然讲这个少年人规身躯伤痕累累，不过这个少年人也趁机会逃走出来了后，有去报警，也掠到这个3名歹心毒性嫌犯。甲衫掀开，这个少年的胸坎甲两只骹拢是红红一点一点。不过这毋是过敏，是去互因头家用空气枪射几啊百发的BB弹所造成的。这个恶质的头家除了甲关起来，甚至甲电。
落尾造成这个少年严重的永久性伤害。就是变成我现在右脚的脚趾头2到2、3、4指都截肢，就是剩下大拇指跟小拇指而已，然后右手的中指就清创。警方调查，这个17岁的少年是单亲的家庭，老母是越南籍的配偶，因为想要减轻厝内经济的负担，对细占的嫌犯去桃园吃头路。想袂到，因为要离一年，从今年1月份开始，都甲另外一个21岁姓林的男性，去互关伫中华鼻头、甲桃园2个所在3个多月的时间，每手2个人想办法逃走，互警察发现了后，才甲2个人送去病院。那受到的伤害主要是有电击伤，还有烧烫伤，以及皮肤坏死等伤害。中华地检署表示，涉案的包括姓詹的嫌犯翁仔某，还有另外一个姓黄的男性，3个人拢涉嫌杀人未遂、重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等等的罪来侦办。初6下晡，3个人拢裁定扣押禁戒。对未成年拍山工的安全，儿少专家建议，除了爱用正常的管道来找工课以外，若是拄到头家无合理扣薪水，或者是体罚等等的行为，拢爱随报警察。如果有体罚，或者是有动手打人的这种状况，那其实大概就是直接打110报警，请警方来介入处理，其实是一个最恰当的状况。林武雄认为，家长嘛爱观察囡仔拍山工了后，等去处理了后的反应。若是分数有奇怪的伤痕，或者是出现情绪起落较大，就爱关心了解伊的状况。若是发现头家人或者是工课场有问题，建议父母嘛爱介入协助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虽然美国有在调整防疫的限制，不过逐日也是增加要2万人确诊，上1000人来死亡。而且美国白宫的防疫小组上紧伫5月底就会来解散。美国总统 Trump 伫初5也讲，美国就要必须等到疫情发生真正共款。那准讲到染病甲死亡的问题 ，Trump 也是坚持讲经济一定要重新开放。美国总统川普初5离开白宫，准备去亚利桑那州视察喙暗工程的时阵强调，而且讲美国会有200万人染病死亡的模型完全无正确。美国要重新开放，让民众重新回去做工课，而且全世界拢真期待。They're going back to work safely, but they're going back to work. We're opening up our country again, and this is what we're doing. And I'll tell you, the whole world is excited watching us because we're leading the world. 就算讲川普对美国的疫情真乐观，但是实际上，美国目前确诊的总数已经破120万，每天新增加的确诊病例有2万人，新增加1000人死亡，统计死亡人数已经破7万。但是伫2月底成立，由美国副总统潘斯所带领白宫防疫小组，已经计划伫5月底也是6月初解散。川普挂服务行到亚利桑那的喙暗工程视察，而且肯定潘斯的贡献，但是为着美国的经济甲就业，国家袂当阁继续封锁落去。Doctors saying that there might be a recurrence of the coronavirus in the fall. Why? Can you just explain why is now the time to wind down that task force? Well, because we can't keep our country closed for the next 5 years, you know. 但是川普伫喙暗工程接受专访的时阵嘛讲，经济重新开放，确实有可能造成更较侪民众染病死亡。I believe that's the reality we're facing, that lives will be lost to reopen the country? It's possible there will be some because you won't be locked into an apartment or a house or whatever it is. We have to get our country back, you know. 美国已经20外个州开始放令禁足令，慢慢开始重启经济。反对人士批评川普为着21月大选连任成功，甘愿牺牲美国民众的健康安全。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华府的非裔民众确诊甲死亡病例拢较悬，当地霍华德大学已经针对当地非裔民众，伫接落来3个月进行免费的病毒检测。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南韩。南韩因为疫情开始稳定啊，对初6开始也要放宽社交距离的限制，执行日常生活防疫措施。温存各种店家重新营业，而且会当举办活动各种的聚会。不过，疫情也当咧严重日本伫黄金周的年假，确实无啥游客去景点佚佗。讲到这批疫情，也互航空业的业绩全部化作乌有啊！国内2间上界大间的航空业，也就是华航甲中营，也甲载人客训练机当作是货机使用，尽量拼业绩。另外，伫国外的航空公司也要开始减少人力来维持公司运作。
伫咧这波武汉肺炎疫情的初期，瑞安航空执行长欧列瑞巴讲，公司手头也阁有真侪现金，受到疫情的冲击，应该袂比其他的行业更较严重。毋过对欧洲国家确诊甲死亡比例增加较真急，国际旅游禁令，互瑞安航空嘛是喙齿更加咧硬冻。上新的消息指出，瑞安准备要裁掉超300个职员，差不多是全公司员工人数的1/6以上。We regret these job cuts, we regret these pay cuts, but they're what the well-run airlines like Ryanair and others will have to do just to survive and compete against the likes of Lufthansa and Air France receiving tens of billions of state aid from their national government. 启用点名的特项因为疫情的关系全面停飞，目前在隔月6月份重新开始营运。毋过公司高层提醒讲，目前的载客量敢会当恢复到1955年的水准，所以今年会不合度分配鼓励。同款有政府支持的中东卡达航空，面对武汉肺炎疫情引起国际旅游停飞，嘛决定讲最近要开始大量裁员的行动。毋过要裁偌济人，经营高层还未公开说明。因为旅游业生意不好，去互逼裁员的毋仅有航空业，总部设伫咧美国加州，以线顶维合地区出租房屋做主业的 Airbnb， 宣布裁员25%的人力，超市1900左右的职位，趁这个机会节约现金的支出。另外，美国第2大的租车公司赫兹，伫咧因特别破产的时阵，甲主要的债务人达成协议，甲还款的期限延后到5月2日。毋过公司还阁会当冻偌久，目前也是毋知影。若是真有名的旅游景点迪士尼乐园，因为即届疫情营收损失约10亿美金，其中一半是拄最近的这2礼拜来的，嘛凸显出旅游业稀微的状况。全球迪士尼乐园的18万员工，已经有12万人伫咧休无薪假。不离个嘛对乐园所在地国家放令旅游禁令，相关设施会准备重新开始营业。譬如讲上海迪士尼，预计5月11重新开放，毋过必须要管制入园的人数，而且严格执行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各地头拢在对抗疫情，大家也拢是步速进展。伫咧美国，就有一间公司开发一个专门甲人讲心事的 App， 甚至有的所在有款药草的饮料，讲会当预防武汉肺炎病毒。伫咧中国，也有业者开发智慧型的目镜，专门用来磅体温的，咱也做伙来看卖。新冠病毒大流行，真侪国家的民众敢若会当伫厝袂当出门。维加凯特就住伫巴黎一间无到3坪小公寓，法国已经进入封城的第8礼拜，伊把只好长期踮伫即个硬生生的空间内底，伊敢若会当透过种一寡花草来互家己的心情较宽阔。First thing I want to do when the parks are open is just go and have a picnic. That's going to be my real pleasure. Or just even go and sit by the river, just have a load of sun around me, have a load of fresh air. Yeah, that's going to be the first thing I do. But also hug my friends. 若是无朋友陪伴吧，毋免烦恼。美国一间新创公司设计 App， 互使用者家己创造 AI 虚拟朋友，除了会当替伊设计造型，阁会当甲伊对话开讲，甲开讲的机器人产生亲像朋友之间的连接，消除隔离所产生的孤单甲不安的感觉。Tous les essais et tests de ce premier remède ont été menés et son efficacité dans la réduction et l'élimination des symptômes a été prouvée pour le traitement des patients atteints du COVID-19 à Madagascar. 全球拍拼咧研发防疫的预防针，但是非洲的岛国马达加斯加却流传有一种药草食物提炼的神秘饮料，讲会当预防兼治疗新冠病毒，甚至佫得到总统的亲信背书，分散去全国学校大力推广。但是外界普遍是认为讲欠缺科学的证据。若是伫中国的杭州，是有业者研发智慧目镜，利用扩增实境的 AR 技术，找出附近体温较悬的过路人。通过一根数据线把红外线模组和眼镜结合在一起，当这2个结合在一起以后，数据会实时传输到这个眼镜里面来，然后所有的数据我们通过 AI 的算法可以快速的检测、快速的显示。跟固定式的日相仪比起来，智慧目镜有较利便、较好查的特性，互量体温更较即时、更较紧。对各大场所的安检人员，会当讲是减轻不少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卖互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投开票数的数量出问题，中选会议长已经启动优美的计划，一天内已经补300多位，阁欠201个所在。中选会也表示讲，真侪招出来拢是学校，不过也有真侪无爱招的，也是私立学校。高雄市立学校因为防疫关系，到即阵议员无爱互外人入去。原本市府教育局也以此为理由，爱学校6月7日市长罢免投开票。
橄榄石2间教室出去，不过已经有学校决定依照往例用石人9间教室。基于疫情的关系，希望能分散人流，也让所有的选民在相关严格的配套措施底下，做一个安全的投开票。中选会初5也公布投开票防疫做法，并且主动甲相关场所机关协商，到初6早起投开票所一日增加309间，离目标1823间，也差201间。其实我们增加的大部分都还是原先，我们有介绍过，但是因为可能是校长他们那方面有疑虑，坦白说，我们目前洽接的场地，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市立学校的部分。中选会4月底就公告罢免投开票所地图，即阵高雄敢若剩3面红线甲林雅3区，所在也未照好甲标注，呼吁相关市立学校应搁再考虑。而高雄市长韩国瑜下晡是以视讯方式参加国民党中常会，也阁无主动讲到罢免案。拜托3个原则：1快速，2便民，3明确。是他纾困谈完之后，有中常委就是主动提到那个罢免的事情，对。那他就有说谢谢大家的关心，然后日后他会再找时间，就是跟大家做报告。韩国瑜感谢中常会对罢免的关心，不过也专程只是讨论纾困方案。事情结束，也另外召开记者会，强调高雄市政府发放免担保的纾困的钱，会以审查切结书为主，并且伫8天内半钱内。对着有媒体报道，伊20会对罢免案做特别宣告，也伫面册否认。伊讲需要是合作，不是对决。记者综合报道。咱知影讲，机会是留予准备好势的人。在这批疫情当中，交通部也编列预算，鼓励观光相关产业的人员来转型。相关课程也伫台中市的市区饭店来进行。交通部长林佳龙伫初6也去到台中视察上课状况，也鼓励学员希望观光产业会当趁冷气来整合，强化产业链的合作，做回来渡过难关。饭店的客房内底有人坐伫冰床顶，有人坐伫碰椅。不过，伊毋是来住房的，是来上课的。因为疫情对观光产业带来冲击，交通部编列预算，互相关产业的人员来上转型培训课程。不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建议，室内活动人数毋通超过100人，所以主办单位利用空的客房，互部分的学员实行上课。我的课房最近很空。我就用课房来当个小型教室啊，我们就在课房里面，我们就去改善我们相关的设备，数位化的设备，有些录影机、投影，把它投到课房。因为平常我们也不会去上这种课，就是平常我们也就是会因为一带团然后不会就想要说精进自己。那我是觉得有这个课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台中市国际观光发展协会表示，因为来上课的包括旅宿业者、旅游业者，还有导游甲领队，大家专业拢无同，所以透过经验的分享、下乡整合、台湾特色产业分析等等的课程，互学员会当互相了解产业之间的无同，换位思考，替日后无同产业的合作打基础。交通部长林佳龙初6嘛去台中视察上课状况。透过30万的观光业来做基础。特别是有参加过像我们的人才培训的这些学员，他们除了坐而言也要起而行。那他们相互的观摩，然后也帮我们做健检。林佳龙表示，如果国内旅游会比入境旅游提早半年兴起来，会规划防疫旅游团，甲国内优质的旅游路线，这大企图买物件自头至尾整合，希望伫提升防疫水准的情形之下，迎接后一波的观光热潮。记者综合报道。咱常常听人伫咧讲，未食5过粽，破喉唔甘放。这代表讲，还未到5日节之前，天气是节节变化。不过台南这几日是天气真热，受到疫情的影响，教室内面拢爱保持空气流通，大部分拢是无开冷气。不过到后礼拜就是国中的会考啊，台南教育局是希望讲学校会当开窗啊，佮吹电风，嘉义市是依次吹电风来确保防疫安全。开冷气刷来，甲窗仔门关起来。不过详细看，窗仔门拢有开10公分的窗，前后门嘛拢有开，加上几啊支电风咧吹，嘛互学生暂时解决真热的问题。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室内强调空气爱流通。不过南部气温较悬，加上后礼拜阁要国中会考，学校嘛开冷气甲窗仔门，互学生有更加舒适读册的环境，嘛会当提早适应会考的模式。就是有开冷气加开窗户，但是室内还是会比较低温一点。
教育会考的考场的规定全程戴口罩，那开窗开冷气。那我们现在让3年级的同学能够及早的去适应会考的那个考场的一个规定跟环境。台南教育局尊重学校的想法，会当家己评估敢要开冷气。不过嘉义市的学校虽然冷气已经安好势，不过目前也伫咧疫情的期间，加上后手也阁有电力改善系统的工程，因为安尼暂定6月份了后才会开冷气，目前也是先吹电风。陆续在装设冷气，然后还有一些电力系统的改善，这个2个部分都要互相间的搭配，所以也要后续看看电力跟冷气的验收后续的那个流程以后，才能够做整体的考量。南部的温度较袂着，就加悬到30几度。学生伫咧学校内底读册，确实有当时也会真热。佮加上后礼拜就要国中会考，开放冷气的学习环境，敢会增加学生学习的意愿？个人的看法是无共款。要安怎伫咧兼顾防疫之下，而且互囡仔会当安心来学习，嘛正做目前教育界一个真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日前有真侪县市也宣布讲中小学的校园禁止开放，也因为疫情稳定啊，台南市对明仔载开始，搁再开放中小学的校园。不过，伫台北地区却是禁到7月14学期结束了后。对老师练习英语的句型提悬程度，北投社区大学因为不是以中小学来做起点，疫情发生以来，教学运作真正常。较侪会学员拢讲，好家在各这个所在会当偷棒。我们会去桃园国中，早上会去那边慢跑。以前吗？以前对。那现在都封了怎么办？就没去啊，所以会越来越胖啊。台北市的中小学4月17开始全面禁止开放，新北市、桃园、苗栗、台中、台南等的所在嘛有同款的措施。因为国内已经超过3礼拜无本土的确诊案例，社区传播记录暂时会当解除。台南市宣布5月17开始解禁，社区民众会当伫咧透早、尾仔啊，还休困日来学校运动。有的民众真的早上3、4点就去学校运动，那个人力上学校会很吃紧。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强制要求说学校让所有的民众进去一定要量体温。口罩的话，我们是希望民众都会戴啦。台南开放中小学的校园和社区的居民来使用，双北市、桃园市、台中市、高雄市、苗栗县、甲云林县到今也阁是表示，目前还阁未开放。不过以双北来讲，若是无调整，会一直无开放到7月14学期结束为止。要是疫情没那么严重，还是希望开放给大家。最起码你在孩子非上学时间。你要不要用一种实名制的方式，让社区的居民可以进去做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区工作嘛。社国前讲，中小学甲社区的关系是真密。英国学校需要协助的时阵，社区的居民大部分拢真愿意来斗3工。即马疫情缓和，居民需要校园的户外空间。县市长敢是会当重新思考适度放零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艺文工作者在台顶3分钟，台骹是贵厝经。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艺文表演真侪拢取消啊。不过伫国内有剧团号召其他剧团做伙来办舞台剧新演员的甄选，初选着吸引800多人来报名。有真侪少年的表演者头一回伫徛在遐尼大的舞台顶演出的。伫咧舞台面顶，陈伟霆真轻松地爬起哩真大的高空圈内底，一直登西。原本5月份要去法国的马戏团学校来考试，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出国。知影讲国内剧团要甄选演员，伊就随来报名。这嘛是伊头一届徛起哩国家戏剧院的舞台顶悬。表演者或者是就是艺术工作者，我觉得你光是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你就已经会觉得我好欣慰，我好珍惜哦。真介伊嘛叫的费玉轩，捌伫咧纽约百老汇来演出过。原本伫咧纽约食头路的伊，因为疫情失业，回来台湾准备要找工作，伊嘛真珍惜这届甄选机会。如果不是本科出身的话，就没有学长啦、学妹啊什么的，要打进这个圈子，据说是很难的，所以很感谢。最近这段时间，剧团的演出机会真少，若是国家聆听伊的节目嘛，拢来取消，所以全民大剧团号召古道、立功、故事工厂等等过来总共8个剧团，联合举办头一届舞台剧尖力新星竞选会，希望替这寡新人创造一寡机会。
让年轻人有一个属于他们的舞台，希望那一份感动能够帮助他们支撑过这一段疫情的期间。初选总共下要800个人来报名，因拢是拄各行各业来的。真侪表演者演出是有较清楚，啊，毋过充满热情。有评审认为讲，未来疫情结束了后，嘛应该继续来举办，替台湾的剧场界找出更较侪表演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好山好水是人人爱，上惊是有人来迫害。伫咧桃园虎头山公园有设54个航霸路，是桃园唯一开放的航霸区，却引起爬山民众真不满，因为烦恼讲空气污染，也烦恼安全的问题。就市议员也建议讲，爱缩短航霸时间，也会当用野餐来代替航霸。有无障碍设计虎头山森林步道，互尼母车、轮椅拢会当顺利通过。虎头山公园，阁互人叫做桃园的后花园，逐工拢有真侪人来遮爬山运动。毋过公园步道下骹有设航霸区，有民众就怨讲，除了空污，嘛要烦恼山区航霸有安全的记录。烟啊，有味道啊，刺啦，就所以说要规划嘛。像这个公园不是说很大哈，我觉得烤肉真的是会影响到其他人啊。有蛮多的像登山客，他们也是把虎头山当作我们桃园都市之肺，是不是可以缩减这个烤肉的时间？那以野餐代替烤肉。桃园虎头山森林公园有54个航霸路位，是全桃园唯一一个常态性开放的航霸区。市议员就建议缩短航霸区开放的时间，用野餐来取代航霸，也是参考湘北，把航霸区刷去河边的湿地。会来针对这些建议呢，检讨它的开放时间，那让这个登山的民众跟烤肉的民众呢，在使用上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冲突。风景管理处表示，虎头山航霸区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平常时的使用率3成，假日8成，中秋假期更加是人甜甜。是真侪桃园人细汉的记忆，过去捌2遍做过门关调查，70%的民众希望把航霸区留落来，未来嘛经济建议检讨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草屯的客家协会，最近因也去租一片农地，要教当地学生种稻仔，了解当地稻仔产业。未来也会种挂菜，教民众做泡菜、生咸菜，推广食农教育。阿友报警，南投草屯镇客家协会成员当伫咧种番麦，为着推广食农教育，协会特别租这1分的地，希望未来这个所在会使予当地学生囡仔来遮种稻仔，了解草屯出产米的文化。带李干事者来先种头期的番麦类安尼，正会多赴后帮的来，互遮有囡仔来种。南投县草屯镇中原社区，因为伫咧南部甲北市的中，所以号做中原里。当地民众大部分拢是做食人，种金瓜甲米上介多。即阵因为草屯客家协会也未含当地学校，甲学生来遮种田的细节记录好，所以就申请协会的成员来遮种番麦。为机会带囡仔来种哦，我感觉讲哦，做田是艰苦的，哦，来感觉讲哦，有他家是真好的代志，让很多年轻人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让这个活动更多元化。草屯客家协会讲，未来遮也会使种菜头甲挂菜，等到收成的时阵，才教人安怎洗韭菜，传承客家的手路，也延续客家族群撒网打拼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龙珠捡花头是上界可贵的。伫婚林当时有一个雕刻家，伊出国了后，就用茶来做雕刻。伊的作品也有2摆入选金星林美术展，咱也做伙来看卖。这座茶雕顺自然的色，佮藏真侪有路的变化。那亲像有动物咧行，也是有魂咧走。这是雕刻创作者林俊杰上界骄傲的作品。其实艺术的物件吼，个人的智慧吼，智慧拢无共。嘿啊，因为无一定讲咱看的地方，甲别人看的共款。嘿啊，所以讲，这地是我感觉上骄傲的作品。也当互一寡咱像讲耳去摕落来具料啦吼，一寡废弃的物件，伊有法度呢，透过伊的技术，互咱的这块茶呢，互伊搁活过来。充满着艺术。
林俊杰雕刻的作品能够入选金星人美术展，嘛得到地方大小小奖。伊少年毋捌代志，因为提前向举报落甲坐家。出家了后，伊无师自通，家己买机器，家己找资料来学雕刻。一开始是做文创品等等的工艺品来趁食，后来才偷偷啊找到家己创造的风格。一种感觉吼，不管咱人吼要做啥物，只要咱有心吼，应该拢是人讲，只要有心呐，应该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啦。感受是真欢喜啦，啊，伊都家咧创作，家咧做了成就都袂歹。林俊杰用雕刻融入社会，得到肯定甲成就感。伊希望伊的经验会当鼓励有同款过去的人，重新找到家己的目标，翻新过去，行未来的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防疫期间，为着要减少民众聚集，亲像动物园啊、海洋公园等等所在，也拢关起来。不过，这关起来，咧内面的动物是咧创啥物？咱做回来看卖。伫咧卡梅拉头前洗来洗去，再个用片仔甲镜头片片咧，一只真好看的成本，生到有够高质。伊是杨导，即阵想要看伊，透过视讯就可以。This is Reginald. Hi Reginald. 受疫情影响，即阵真侪场所拢关起来。苏格兰即个专门饲杨导的农场也共款。毋过业者想出一个方法，互民众会使透过视讯的方式，甲杨导见面。I just like their faces and their fur. I like how they're like all really fluffy and like cute looking. Honestly, couldn't pick a favourite. They all seem to have their own little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They're just all so cute. 甲杨导用网络的方式，伫咧线顶视讯，毋但是当地人，也包括对澳洲也有美国来的民众。业者也指出，含杨导佚佗30分钟，视讯的费用30英镑，差不多1100块的台票，才会收入得用来维持农场伫咧防疫期间的开销。算视讯的，也阁有日本东家晴空塔的白田水族馆，因为疫情，白田水族馆对3月初1开始休。即阵一个人影就拢无，水族馆内底原本就较避暑的花园盘，即阵是拢秘伫咧山内底，连工作人员要甲饲的时阵，伊拢无啥愿意出来。即阵园区是招民众对初三开始，小连续3天，互大家会使含300只的花园盘算 FaceTime， 希望这较歹势的花园盘毋好甲人类放袂击节。经过几点钟的视讯了后，花园盘即阵变大风啊，愿意出来和大家见面。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同款是真烧热，过头了后各地头反射落西北雨。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3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3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3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给他命啊！不喜欢，摇头丸，我才不！哦，这什么？原来是可爱糖糖，呵呵，好可爱哦！哇哦，是文青咖啡包哎，我最爱喝咖啡了，限量邮票哎，一定要收集它！耶，碎的！现有多数毒品都被伪装在仿真的包装里，请拒绝来路不明食品及用品。
魔鬼藏在细节里，请拒绝毒品引诱。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化仙。顶摆我出现的时阵，时间是国语迄卡刀。即马天气愈来愈烧热，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节气就是立夏。立夏汉字写作立夏，罗马字写作罗伊立。好的夏，立第8条，夏第7条。立夏一般拢伫新历的5月初5到5月初7当中，是热人头一个节气。也就是讲，立夏就是春天过啊，热人来啊，天气会愈来愈烧热。台湾进入黄霜仔雨的季节，雷公雨嘛较接。是农作物生长的大季。虽然现在我嘛感觉逐工拢咧落雨，真无方便。不过黄霜仔雨是除了风台以外，真重要的水的来源。这个时阵空气真湿，物件定定会生菇，爱特别注意哦。立夏了后，因为天气豆豆烧热。人会较压杂到性地，迄阵咱就要保持平和的心情，较袂伤身体。Peace。讲到立夏，伫咱台湾有食布仔面的风俗，俗语讲立夏保老爸，就是立夏迄天爱煮布仔面，甲阿爸保身体，因为布仔的形圆圆胖胖，意思是望。互老爸食甲圆圆胖胖，有福相。甲立夏有牵卡的俗语有：立夏稻啊做老爸，意思就是讲立夏的时，残忍的稻啊已经开始拍黄吐穗啊。立夏黄霜仔雨，雷公雨，压杂。食布仔面，立夏保老爸，立夏稻仔做老爸。节气行到立夏，表示已经是热人啊！大家会当享受出日的好天，出去佚佗，四界行行咧。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